我在过年时啊，拜拜求平安，有的人呢是会去庙里来点一个光明灯。伫个家己的上方标呢，是来推出为这动物伴点灯，安尼就送主人光明灯的活动。民众是笑讲，原来这主人呢是送的，感觉有影是真特别。像你看陈恩这边。我们今天点宠物灯嘛，好，那就送平安灯，就光明灯，好，所以就送在你这边。民众趁过年进前来到庙里点灯，希望新的一年会当平安健康。只是点灯的对象是厝内饲的宠物。我个人我觉得狗狗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，也是我们的家人。对，那我从那个桃园的青埔下来，刚好回娘家，就一起帮我们家小朋友点一下平安宠物灯，让他保一下平安。家己新湖庙三当前就推出这宠物点灯的服务，庙门外口就有挂布条讲，主人替宠物来点平安灯，庙方阁加送主人光明灯。有民众看到布条感觉真趣味，讲原来买一个送一个，主人才是送的迄个。香客他们都觉得说嘉义城隍庙太佛心了哈除了宠物以外，都能够还能照顾到我们主人，所以说那个北部的都有来包计程车都有包整个游览车。过来整个30-40个都来点宠物平安灯。动物的光明嘛会使互咱做少年的嘛有够加伊的光明灯，也是讲太岁灯安尼所以讲一兼两顾望拉兼洗裤，所以讲这是真好的代志。庙方指出，为推测这个服务到达，计共已经有超过3000多位的信众伫遮替宠物点灯，旧历1年就要到啊。民众替新的一年点灯保平安，嘛会顺着替厝内宠物点灯祈福，拢是希望陪伴伫家己身躯边的宠物会当平平安安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